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30，诗篇119篇170节安尼讲：愿我恳求的话达到你面前，求你照你的应允牵救我。三角来祈祷，照你的应允牵救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监察阮的心，听阮的祈祷，赦免阮的罪，会疼痛上帝。主啊！你是满有慈悲怜悯，阁满有丰盛的恩典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！阮有罪的人，要用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阮的罪，求你赦免的恩典临到阮，也互阮通得你宝血的洗清，甲你有重新好好的关系。主啊！感谢你用完全的听来听阮，也感谢你，互阮通领受你丰盛的慈爱甲怜悯。主啊！愿阮恳求的话达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照你的应允牵救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听咱祈祷的主，伊要照伊的应允来牵救咱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